继续来看台南有民众落雨天骑机车，车轮去弄到路面的飘线，怎来刹车？加在后壁对咧来的车紧急大档有闪过，机车行的头家讲，到着飘线会来刹车。第一，可能是这个飘线已经无够防骨；第二，轮胎的胎纹已经无够深；第三，就是动这个前轮动了伤凶咯。落天伫车真济大路，这个桥头人准备要通过这个路口，也毋过煞泥残。第一时间后壁车赶紧动点，这个骑士忍痛骑起来救护车到现场了，初步处理，甲送去病院。也毋过意外是安怎发生的？用较慢的速度搁看一摆，原来是车辆到着标线触倒的。压过这个标线，然后就滑倒了，脚、膝盖什么擦伤，然后有叫救护车。代志发生伫台南南区中华南路一段，第一时间李柳赶紧通报交通局到现场会勘，去了解讲到底是毋是因为风吹日拍引起了标线的问题。目前我们的要求会比中央的规范更加的严谨哈。一般道路的部分哈，我们是要求要在60 ppm 以上。除了标线的问题，机车行业者嘛讲有可能是这两种原因。第一个就是轮胎的胎纹不够深，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前轮的刹车，才导致说会变成就是说轮胎反应快，整个就滑掉了。那个白线上面的话，都尽量是速度放慢一点。如果在天气好的话，一般是不会有所影响。可是，在天雨路滑的时候，我会特别注意。当然要小心一点啊，比较会滑，要多注意白线、标线，要骑慢一点。路上那些线可能会比较滑一点，就尽量不要骑。刹车太快的话会滑倒啊。落天出门，这桥倒摆人除了讲会骑较慢的以外，嘛拢会尽可能避免搞到标线，以免出车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